茹慧突然辞職了，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的。哦，这段时间家里出了些事情，怕耽误工作，所以就辞了。哦，常总，您最近忙什么呢？啊，我去趟报社，公司要舉辦20周年年慶，顧總可能會帶夫人一起參加。我去跟那邊的記者們打個招呼，免得他們說什麼不該說的。顧總會帶顧夫人一起去？那天除了報社，電視台會不會也去？當然了，神龍集團的一舉一動，媒體都會非常關注的。這樣的話，只要我能揭穿蘇妍希那個騙子，那麼顧家就是想掩蓋事實，也掩蓋不了了。到時候，常總，我雖然在公司待得不久，但是也挺想念同事們的。如果那天我可以去看看大家，那就好了。這事很容易，我來安排。這樣，年慶那天我會通知你。謝謝常總。陸安，是我，你幫我弄一張你們公司周年慶的入場券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听说谈戀愛了？謝謝常總。我先過去了。陸助理，你今天穿的可真漂亮啊！還好吧。哎，我這件裙子啊，好像是一個什麼米蘭設計師的獨家定制款。上次柏林電影節呀，好像還有一個女明星跟我同款的。是嗎？哎呦，那應該可貴了吧？不過這錢花的真值，我看這全場啊就沒有人比你閃。就是，我看今天全場最漂亮的就是我陸助理了，可不是？哪有啊？一會兒啊，好像顧總夫人也會來，到時候顧總夫人肯定是全場最漂亮的。你就說那個親。